武良宫主委王大明表示，日手象征节气的转换，而天赦日则是上天赦罪甲保运的吉时，双吉日伫即天拄着，相当殊胜，是转危为安、保运纳财上好时机。农历的6月14，就是即个礼拜的拜四天赦日，佮适逢咱6月2个天赦日，即厝第2厝，这显得有所之意，这足特殊、很殊胜的日子。为了这次上吉天赦日，庙方特别制作了迷你版的天宝华盖，要来送予参与的信众。咱6月14，显得之意，就是来参加的信众，就是有照往的共款，爱来咱玄武上帝头前遮跋有杯，咱庙方就赠送这天宝华盖。顾名思义，这是咱的玉皇大天尊玄武上帝所赐的，就是跋着，就是意味着你请转到厝也好，还是放在车顶也好，时到就是众神大德拢在这个华盖，你啊迎请华盖入体，爱入车内，拢会保庇你平安安呢。永康凌霄宝殿武良宫当年致力伫咧地方公益甲文化推广，不仅是地方信仰中心，更是社区凝聚的重要场域。因此，也互武良宫每次天赦日祈福活动，拢吸引真侪信众到场祈福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